匆匆在人间。
我也连累不连累？莫非君子对我有言语？不，幸福关不君，岂怪心疼言语。妹子，哎，好，来。请讲，向君子妹忠良之辈，为人更加好少，实不以我民间虐于君子，即为轻啊！吾幸福乃是秀才之人，岂肯高攀？是哪里话来轻分黑事？请问君子规定多少？许多则8次，是龙虚长二人见先了，理当，是此令我望空一番。妹子，快来接顾你兄。兼顾你兄，你妹，你兄实在多于毛般，请儿见归。你兄正在多有礼貌，请你妹多多见谅。啊，爷弟，事情令我逆境进来，不妨在此多自几天。兄长遇事不知，早定在小弟接纳正经，屡次周于不便，兄长请不晚了。是此天命也已，妹子，姑姑取我一毛，问你一封。哎，兄长，小弟大有成绩，理当督报。不许奸伪。姑姑，爷弟，这里有问你一封，与你独中使用。这一毛，请你晚上速速到这。多谢兄长。
见你弟弟早日功成，为父断去，兰儿断去。我
叫我女儿也。小娘子，我已要让你作为你女，为此苦烦。老夫人大不言弃，请上这女儿一拜。女儿到了，母亲道路泥泞，我扶你。我们走吧。小娘子见到了，你那里最生最是憔悴啊！
上不该在此言话。啊，表娘子，宋哲兵又要来了，你快走吧，我也要替我妹子去了。小生告辞嘞。小娘子，你看看我的玉伞，吃字为何？秀儿。家。
把温家部慢慢走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抬起头，莫发走，把温家部慢慢走，对，快过来吧。小娘子，
得的。此次月老了，小娘子走吧。
情。这是好呀，好什么？好什么啊？好，好，讲啊！好一个如花如玉多情女，还不知别有君王好来。
我可弄啊！谢谢他，爹们们管好，俺两家的还是困高去。好个关门如孙，困高起。老太婆，看你来的，老头子啊，侬没有过母所在，哪里来的生意哟？老太婆，侬来看，侬，一男一女，土朗朗，一定是来说点的。真的，老头子，你丈夫我这块骨髓气，有的这位客官何日所点？真是可以无可。这位是我娘子，此次娘子去。你这人家好无理，这下是娘无理呀！谁期待他娘子？你怎么也叫起娘？这位有个名堂的，常言道：生之父母，因我之父母。客官的娘子嘛，就是我的是，这真小弟噻。是此小计相公，请。
好，此次得我夫的意思，请小娘子指教。清风凄凄，悠悠悠，参悟佛教，我诵诵。家境一岁寒心愁，难得灵犀一点。学妹，奴家和你一声，你请听了。梦为高堂一红松，参悟阴会黑灵天，可才好似不好风。小娘子你，小娘子啊。
生与你相识，万望别家见你。大忙默默见谅。哎呦，起来，大官呐！我今朝我望空，东两人今年我今朝，北面路中几位官，相提天金一楼，小姐子定亲有了几女相逢。小家农业啊，启禀某某主子。小家想到了不忙小家双凤，他把你想出分大战，我非不能忙殿中刻上人头，统统滚追。这个总经老爷，我们是渺小，他们的头上还请总经老爷有的啰嗦，快去。有请大人。千里他马不分明，大人去。这真是好事偏做梦。我家老爷在此歇歇，快快走开。我推上很不错，只能为是一件。我也是很多国家，你何必要把汉室还弄出？只看龙袍去。休得啰嗦，快快走开。来，宗舅，大人，晚小弟子前来，我与王后。
小女子，你得起头来。我家不过是你无头，得起头来。相信必无罪，除了想理论只走213，单身目光心惊你可要是高兴上母亲，为吾即刻草人行葬，女儿苦了你了。弟弟。早应他为我小灾小难行，全这样的好人真是难得呀，为吾今将把军封杀。许才不许你同来，他有情有你不宽谁？好要什么？只要弟弟爱他惜，女儿与他，什么样？女儿与他，谁呀？连理花儿匹配。呀嘿！金枝银泪浓为，你思念中谁离他飞？不随归航家兄。大梦好多催人生，你快与他比人，一同为我出兵飞，三郎的莫机会，等谁大水下女儿啊，你与他门不当来无不得，我与你心血高飞显贵，荣华富贵享不尽，身骨修在千搭配。弟弟。你是弟弟当上子，岂能配与许人？弟弟，那必须来我为女儿早去父亲头，那必须来小三。
了。哦，一定是高兴的了嘞，高兴的落泪哟。我俩在中山之时，弟弟他应用了，弟弟，哎呦，要我去看为妻。
在轩辕，不到地面朝见却已。
条老命哦！母亲，我他来我泥塘，你好吧？儿啊，你我你好吧？母亲，那里有一代人马往这里过来，听说是出不官帮的顾大官回来了。这不定是你的义父回来了。儿啊，快为娘到前面去看一看。
天地比喻反兵仆人，兄妹在逃难处总是在与王府小姐结果同意来到光阳客厅，与殿下某某作罢，即为半年4号。这了谁用绝不用回，小姐被家人拉走，与兄一起征兵击赴王境。那儿来了，儿来么？多亏那你将我疼一心，请你不要得闻名。我父母丧亡他不知，曾想我是龙所命，从此改名字光阳，永记终身父母亲。如今他弟妹家在水北川，错过上京城。你真为道，这因变年轻啊，龙心大喜，小弟远处也得高兴。等到恩道亲自就位，故而下凡赴京。小弟眼中也曾听到你的下落，不以在此也蒙了。兄弟真好同意，困天子不早，我们赶快上路吧。请兄长上马，你上吧。兄长不必催子，快上吧。至于兄会如了。
这正是午夜眠草小曲。
蒙光阳开店，自某某大举，虽为命令，改名自光阳，长青赴考，一举得中，头名长远。自今的宝贝端宝玉儿老得子，并且他们来请颐养天年，也好与我同乐。可太娘子光阳一笔，自己因心照顾，思想起来好不万能神也。启禀上面爷，刘大人姑父来了。有请。是。有请刘大人。西藏月夜，哦，西藏月夜，西从何来？王当子请我藏月夜，少年迎亲才高八斗，愿将他标记，与藏月夜永定8年姊妹，对其对下地雷为媒，已与红罗西体配此。呀！原来是为我娘子才拿来设备的。阿里大人，请为兵王大人，就什么他正在爱月等应用了，来自朝府为会，自此高呼了。
金榜题进大名厅，关在那功名利禄比所愿，才盼你一封遗书。为于嫂嫂，姑姑一定会来的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保重身体要紧。啊，嫂嫂，喏，这张血压取得可好，你喜欢吗？来试试看。只为女孩婚姻事，老夫是刻笔心思。今朝选得常元郎，上流生于女孩子。哈哈哈！女孩，弟弟万罢了罢了，哈哈哈哈！恭喜我孩，贺喜我孩。弟弟，女儿喜论何来？儿啊，为吾作主，将我孩终身许配辛苦状元紫光阳。哈哈！弟弟有其父，怎能再叫他家人？弟弟，女儿也正需将郎，岂能再见？哼！你还有怜悯提起先头之事，如今辛苦状元已经应用，今日来赴会，快快与我梳妆打扮。女儿不愿，我也不肯。为吾只一定修得多见。哼！怎么背信弃义入常元府啊？牛逼呀，牛逼！毕竟他难断事，真弟弟心则苦，才拦不住不应人，情愿一死不提速，我情愿。死了
亲不要伤心，晓得晓得，你快去吧。哦，等等，子怡，这张书啊，你可要带去的。妹妹，我走了。老夫如何黎明再精神呐？这倒是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水莲啊，弟弟，为吾待你可好？弟弟待儿生日庆生，女儿对弟何以为报？我愿终身不嫁，我是弟娘。好孝顺的女孩。不过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今为吾有一事与你商量。遵凭弟弟吩咐。你积极没有福气，此行断绝。
今为吾约令我儿得积极出家，做一个状元夫人。状元夫人，哎呀，弟弟呀！他生来我们弟弟，一块高攀吴童子，用马不为我须忙，人亲自儿难移。女孩稍不用，为吾交在你面前碰死了。弟弟，是谁？女孩已晕去世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奴才快与谁连副长打扮。儿啦，姐姐，儿啦，女孩
气，将要他驾驭状元之光呀，他心于不足。上来安抚他，让他高兴高兴。下官常有心插曲，今日东王把人差地相聚，夫妻重情，岂不一场美本还记得他配美啊，对，有虚诚有壁垒。
中命我13针，都做我老夫人主办，他认我做你女了。哦，啊，姑姑，你为我改姓我名，叫字光阳。只因光阳他的爹家嬷嬷是我妻子外甥，生母中命令，故而给你。妹子，王家标记你，为我有此变故。姑姑啊，老弟弟为女大义，结郎亲，江上好夫妇来相比，我为嫂嫂成好事，家头将士下苹果特过期，女才子情关特过我为难。妙，此计真妙！哦，姑姑，还不快讲！你总在打算闹出我的妻子外不与我争开？喂呀，弟弟母亲，你们快来呀，快来呀！哎呀，吵起来呀，吵起来呀！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！女儿，都是你，喂！要不要？你个兄弟好子，他不是谁来挑衅？此番是你亲口叫是千倍神经，叫谁来许月生二婚？至今小妻在哪里？月生的娘子在哪里啊？他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对镜跳江死了。对将死了，真的死了，真的死了，孤断死了，孤断死了。你们快去把我的娘子叫回来！为人，好像本是不能不准，为不了，回不来了。不，你们快到水母娘娘那里把我的娘子叫回来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？夫人女儿，我原家去紫上院，故而带了一部小小的米丸子。王头，可言者？现在女儿家的是姜子喽。姜子喽？要不，我就是你在光阳看的那部不要的女婿姜子龙啊！掌柜呀，掌柜，有请。
心肝。好了好了，今早两母亲子还在一起办了。来呀！张灯结彩，只有明朝，与两位新姑爷黄昏。老严府张灯结彩，只有明朝。